明年要选市长咯，咱来看新竹县咯。目前的副县长，国民党的党部的主委陈建贤，早起是宣布讲要来参选党内的初选。立委林书明甲徐欣莹嘛有想要参加初选。伫民进党的方面哦，伫北市长郑朝芳呼声是真悬，也毋过伊是表示讲，目前伊上重要的代志是先甲市长做好。在加油声音中，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拜示，正式宣布参选2026新竹县长，国民党党内初选。陈建贤强调，在地方服务20多年来，对新竹县的需求甲挑战拢真了解，因认为目前家己应该抬起责任，为新竹县继续打拼。责任的承担是非常的重要。我想时代的进步、科技的发展，新竹县值得更好的新竹县。建贤今天在这里表态参选新竹县长，就是要来承担未来，让我们新竹县未来更好，让所有的新竹县民以新竹县民为荣。除了陈建贤以外，国民党伫新竹县各立委林书明以及徐欣莹，两个人拢表示有意愿参选党内初选，也强调尊重党内公开的初选机制。明年的县长选举，市民绝对不会缺席。但是我们党内人才济济，市民会依照我们党内的提名办法参加初选的一个登记。民众热烈的希望新营可以参加党内初选，全力争取支持，所以新营也会静待党中央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初选机制。民进党的部分外界拢在看台北市长郑朝芳的态度，郑朝芳是表示，目前上重要的工作是先甲市长做好势。那我想还有1年的时间。那我觉得谈这个有一点早，对我而言。2026年地方首长选举拄好剩1年的时间，不管国民党也是民进党，新竹县的选战嘛已经正式发动。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。